吞口水又好痛啦，咁入邊就爛晒啦。好，你當自己生咗30幾個飛滋喺入邊，你每吞一啖咧就會吉親你咁樣嘅。比如暈啦，耳仔聽唔到啦，冇口水啦。電療以輻射線有效殺死癌細胞嘅同時，幾乎無可避免地傷及頭頸嘅健康組織，帶來短期嘅治療副作用。最常見嘅包括口乾同埋黏膜潰瘍。頸嗰度咧，即係我哋嘅喉嚨啦，有食道啦咁樣，咁無可避免地喉嚨嗰啲即係負責吞咽嘅肌肉咧都會受損嘅，所以咧有機會造成啲黏膜嘅發炎啦咁樣，咁就有機會令到個病人吞嘢嘅時候疼痛啦、好痛啊，咁佢就唔肯食嘢啊咁樣，因為一食就吞到口水就好痛啦咁樣。如果佢開始有啲即係體重下降嘅跡象咧，我哋可能要早啲做啲處理，譬如我哋會建議佢再睇營養師啦，營養師會建議睇下會唔會需要咧就增加嗰個營養吸收啦咁樣。最常見嘅副作用就係口乾啦，或者係口腔潰瘍。咁所以咧，佢食啲比較濕啲、軟滑啲嘅食物就會舒服好多嘅。如果個體重每個月超過5% 嘅下跌咧，跌得太快啦，因為患者做療程嘅期間啦，佢比平時嗰個所需嘅熱量同埋蛋白質咧都會高好多嘅，咁淨係講蛋白質咧，就會比平時需要高1.5倍咁多嘅。可以試下，譬如蒸水蛋之餘咧，可能裏邊要個底加啲滑嘅豆腐喺裏邊啦。與其用水啦，不如可能加插一啲譬如營養湯裏邊代替咗水嘅部分，咁就可以提高咗成個餸嘅熱量同埋蛋白質咯。其他食物都一樣可以咁樣做嘅，例如可能麥皮裏邊加入一啲高蛋白質嘅豆漿啊，或者全脂奶，甚至乎係營養奶。坐埋台食嘅時候就加一啲蛋白粉或者係一啲葡萄糖粉咧，亦都可以提升嗰個食物嘅熱量嘅。咁如果真係好痛嘅，含一含冰啊，都可以暫時舒緩到痛嘅感覺咯。好咯，咁我哋就完成㗎啦噃，呢個香蕉燕麥，好香。係啊，好香啊！但係始終真係去到電療嘅末段啊，即係可能第6、第7個禮拜真係好痛嘅。如果真係去到咁嘅情況下話咧，我哋可能都要建議佢可能要插條鼻胃管。由於電療嘅輻射可能傷及神經同埋肌肉，一啲長期後遺症可以喺癌症康復多年之後先至出現。咁嗰啲後遺症包括肌肉會纖維化啦。咁肌肉嘅纖維化就係會發生喺佢做電療嘅嗰個範圍啊，同埋個範圍附近啦。咁頭啦、頸嘅肌肉就最容易會有呢個現象發生。另外咧，因為電療嘅範圍裏邊咧，亦都有好多嘅神經線嘅。咁嗰啲嘅神經線咧，其實正正就係控制住我哋説話同埋吞咽嘅肌肉。咁所以當呢啲神經線被影響咗即係佢可能有啲衰退嘅情況咧，出嚟嘅結果就係佢哋嘅咬字發音啦，同埋吞咽就有機會會有困難。點樣可以為到自己去檢查一下，知道自己有冇開始有一啲肌肉纖維化嘅情況咧？咁可以做嘅就係擘大口啦，係啦，然後去感覺一下兩邊有冇明顯嘅拉扯感啦。咁試下咧，就將2至3隻手指啦，係啦，垂直咁樣去放入口，睇下可唔可以擺得到。如果擺得到嘅話，就代表 OK 㗎啦。第二咧，就去睇一睇條脷啦，將條脷伸出嚟。如果條脷係歪埋咗一邊，係啦，譬如偏向咗左邊或者右邊咧，就代表可能嗰邊有一啲嘅異常。好，咁另外頸嘅肌肉咧，可以留意下咧，就做一啲頭頸嘅動作，例如咧望左望右啦，係啦，會覺得好似有一個好犀利嘅拉扯感啦，或者咧想臥高都臥高唔到嘅。咁如果有咧，同埋撳落去嘅時候，覺得條頸係啦都有啲嘅好似硬硬地，唔係好有彈性嘅話咧，都可能係開始有一啲纖維化嘅情況。嗱，當有發現呢啲嘅即係問題啦，未必一定係電療嘅後遺症嘅，有少部分嘅機會咧，可以係一啲譬如腫瘤嘅復發。睇醫生去睇言語治療師咧。其實主要透過嘅就並唔係藥物啊或者手術去改善呢啲情況，係啦，就係要做一啲嘅運動、一啲嘅動作，做一啲嘅練習，係啦。咁我哋希望嘅就係去保持嗰個肌肉嘅彈性嚇，咁啊唔好俾嗰個即係纖維化嘅情況會即係加劇得好快。